政府殺停籃球博彩，民青局局長麥美娟話：預測市場發展猖獗，呢個時候繼續推進籃球博彩，會吸引更多人參與非法賭博，市民無需要過分猜測。李昌俊報導。原定9月推出嘅籃球博彩突然殺停，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出席活動後解釋，殺停係基於預測市場發展猖獗。喺呢個時候再推出一個規範化嘅博彩活動呢，係會令到一個新嘅活動呢，係會令到呢，首先就會引起咗一啲市民可能會加入去嗰個博彩嗰個非法賭博嘅行列，因為佢哋本來可能係冇留意到，因為有一個新嘅博彩活動，佢哋會可能即係引起咗佢哋嘅注意啦。咁所以咧，呢個新鮮感啊等等呢個原因咯。美國近年盛行預測市場，即係通過無牌線上預測平台賭博未來事件發生概率。被問到點解呢一刻先至殺停籃球博彩，麥美娟解釋預測市場2024年年初每月交易量只有唔夠1億美元，但係修例通過3個月後已經上升至超過130億，相當於大約1000億港元。估計去到2030年會再增加5倍。佢形容局方係果斷殺停措施。如果我哋淨係盲目咁樣，好似我哋上年因為我上年通過咗個法例，所以我就勢必要發出個牌照，而唔去理其他外圍嘅因素呢。咁我覺得我哋呢個決定呢就不負責任。中央有冇介入？好清楚講，呢個就係我哋特區政府按住香港嗰個情況同埋外圍非法賭博嗰個趨勢，而我哋去做一個負責任嘅決定，就唔需要過分嘅猜測嘅。麥美娟又話會多管齊下打擊非法賭博，監察外圍發展對香港嘅影響等等，再決定幾時重推籃球博彩。馬會就話尊重政府嘅決定，願意配合檢視預測市場對博彩市場嘅影響，將會等待政府就籃球博彩牌照申請作出進一步指示。政府喺上年財政預算案首次提出規範籃球博彩活動，打擊非法賭博，同時可以將資金引至合法渠道，估計每年會帶嚟15億元稅收。立法會同年9月通過修訂博彩稅條例，俾馬會推出籃球博彩，沿用現行足球博彩制度，徵收投注金一半作為稅收。Now TV 記者李春俊報導。前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擔心殺停籃球博彩合法化，反而會引起市民搜尋預測市場。有立法會議員就認為，如果國際局勢轉趨穩定，年底之前有望重推。再由李昌俊報導。政府突然叫停籃球博彩合法化，曾經主理博彩事務嘅前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喺本台節目時事全方位上面話，擔心殺停或者會帶嚟反效果，認為政府需要加強宣傳教育補救。今次政府嗰個突然急轉彎嘅講法咧，令到好多嗰陣時支持嗰啲有啲尷尬嘅。既然你殺得停啦，會有啲人會期待就係咦，政府咪嚟緊做好多嘢去宣傳啦、教育啦。但我嗰陣時係會講嘅，你唔殺停為止可。你一講完之後咧，大家就突然間就一窩蜂就睇咩嚟㗎咯喎。咁會唔會有個反效果咧？而上年有份喺立法會投贊成票支持修例，同時身兼博彩及獎券事務委員會成員嘅立法會議員管浩明認為，預測市場盛行同國際局勢有關。若果美伊戰爭局勢較為穩定，籃球博彩仍然有望今年年底重推。以往嚟講，可能你呢啲好政治上面嘅預測呢，未必時常會發生嘅。咁今日因為嚟講，可能某人講一句説話，可能個市場會變化啦。咁所以可能大家喺呢方面就會再蓬勃咗一啲啦。我唔反對政府去到再去諗一諗嘅。咁因為事實嚟講，嗰個即市場係有一啲變化。當時同樣投贊成票嘅體驗民出界議員霍啟剛話：殺停可以俾當局更多時間研究點樣解決執法問題。立法嘅初衷呢，都係希望係打擊呢個外圍賭博嘅，所以我相信呢，今次所謂殺停或者暫緩呢，同當時立法嘅原意同初衷呢，係冇一個衝突喺度嘅。外圍賭博，哪怕係一個網上賭博嘅一啲組織，我哋執法係有難度啊嘛。咁可能而家呢個預測市場呢，其實係可能更複雜嗰個層次。咁我相信更多嘅資料呢，會俾到委員們下一個決定係行下一步係點樣去行咯。霍啟剛又話：世界盃等等大型賽事即將上演，呼籲市民切勿以身試法投注外圍。Now TV 記者李春俊報導。
網上預測市場平台興起，令到國際大小事都成為投機者牟利嘅賭局。但近日接連有用戶喺最後關頭買中美軍軍事動向，引發內幕交易嘅爭議。陸子晴報導。喺網上預測市場平台上面，乜都有得賭，小至傳統嘅體育博彩，大至戰爭或者和平，統統都可以透過加密貨幣落注。其中近年最矚目嘅賭局，要數預測平台 Polymarket 喺2024年美國大選買中特朗普擊敗賀錦麗，仲準過傳統民調，令呢個平台更進一步成為市場風向標。到今個月初，單日手續費收入已經有近796萬港紙，一年營收估計可以達到3億3380萬美元，折合大約係26億4千萬港紙。但係當戰爭決策都變成賭注，就引發爭議。美國總統特朗普上星期二就住伊朗戰事喺社交平台發話，話今晚會有成個文明毀滅。但之後 Polymarket 同一日就有至少50個新戶口落注美伊會喺當日達成停火。結果特朗普真係喺當晚急轉彎，發文宣布同伊朗達成協議。其中一個新戶口當日朝早買咗75000美元，夜晚就贏咗20萬美元。另一個贏家甚至係喺特朗普發文之前12分鐘先至落注，壓線帶走近5萬美元。落注時機準度引發質疑。除咗賭對伊朗嘅軍事行動，美軍年初出兵委內瑞拉，生擒總統馬杜羅亦都係熱門嘅賭局。有用戶就成功喺美軍行動5個鐘頭之前落注馬杜羅賭台，贏走43萬6千美元。外界質疑嗰個用戶係知道美軍行動計劃嘅人。白宮上個月底發內部電郵，警告員工唔好利用非公開資訊投注網上預測市場，重申有明文禁止內部交易牟利。有共和黨議員就質疑呢啲投注者係掌握內幕消息，主張應該立法規管預測市場平台賭博，否則就會無從阻止政府或者軍方官員利用內幕消息喺身份保密嘅網上賭博獲利。Now TV 記者陸子晴報道。